30幾萬 ，total 總價30幾萬，你就可以攞低呢度到港珠澳大橋口岸30幾分鐘嘅車程嘅屋苑啦。嗱，就係我身後呢一度，高峰期賣到1萬幾蚊，依家4000幾蚊，樓層人揀啊！講得最多，你哋刷得視頻最多嘅就係中山貝沙灣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 啊。今日咧我嚟到咗我哋嘅神灣嗱鹿鳴苑啊，呢一個樓盤，相信好多人刷視頻都刷到過啦，因為講得最多嘅就係叫做中山貝沙灣，就係我身後嘅呢啲樓啦，2房、3房、4房單位，依家樓層人揀，仲送2個車位。依家目前咧發展商搞啲公地房，依家目前選擇非常之多。嗱，今日咧我嚟到咗現場，帶大家睇下，因為之前賣得非常之高嘅價錢，依家有2個車位同埋 total 總價30幾萬起，我哋一齊上現場去睇睇。香港朋友，頭先我講嘅中山貝沙灣，望出去嘅就係呢個江啦，叫做四江啊。呢度係屬於中山市神灣鎮中山嘅最南部，望過對面嗰度咧就係禾蟲基地啦，可以捉禾蟲嘅，同埋好多魚。呢度咧望住我哋嘅江景日落 ，total 總價30幾萬，2房、3房、4房單位，最平嘅30幾萬。嗱，就係落低呢啲啦。呢個40萬多啲，送2個車位。呢度周邊嘅話咧，好多農莊。呢度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口岸30分鐘，全程都係高速嚟㗎啦。呢度農莊非常之多，神灣出晒名，河鮮、禾蟲、菠蘿都係非常之多嘅。如果你唔介意佢嘅地理位置比較偏嘅話咧，其實呢個屋苑嘅話，你可以考慮下，因為咧佢總價比較低，依家4000零蚊，樓層人揀，送2個車位，送埋裝修俾你。因為咧佢嘅車位5萬蚊一個，2個就10萬蚊，裝修10萬蚊，等於呢套房你10零萬你就可以買到啦。你話抵唔抵買啦？嗱，如果計翻佢一個總價同埋價值嘅話咧，其實都 OK 嘅，但係佢位置咧你就要慎重考慮啦，適唔適合你好重要。嗱，如果你想要了解呢間屋苑嘅，一定要訂閱我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，有好多個戶型同埋好多個樓層。嗱，評論區話我知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，底價都發埋俾你。